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伫昨昏因是发布保护的红色预警，这是中国今年头一届发布。一来中国嘅华南地区即马是伫落大水，雨做大水，真侪所在拢淹去。另外，伫欧洲嘅瑞士嘛，因为连续几日天落强降雨，发生水崩山，有造成一个人死亡，2个人失踪。大水甲雨伞冲落来，画面真惊人。瑞士为自一开始连续几日天强降雨，互当局宣布紧急警戒状态。第二次强降雨造成阿尔卑斯山有名的度假胜地策马特爆发崩起，大水直接冲入去一个小镇市区，造成3人失踪。救援人员经过潮吹，发现一个失踪查甫人的遗体，暗过医院有2人失踪。Prima di rispondere, adesso che abbiamo avuto anche queste informazioni sulla vittima, vorrei esprimere anche a nome del governo federale, facendomi certamente interprete di tutta la popolazione svizzera, di quella che in altri cantoni sta avendo anche delle difficoltà, penso al Canton Vallese in questo. 瑞士气象部门指出，过去日之一天降雨量达到114毫米，而且有63毫米集中伫1点钟来落落来，平均30年才出现一摆强降雨。瑞士警方也表示，失踪者活落机会真低，目前当地医院有真侪路断去，铁路运输也受影响。救援人员开手灵船将受困民众救出来。中国华中甲华南地区这时也落暴雨，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，是中国上高级别的天灾预警，也是今年第一摆发布这个警报。气象单位预警，到日前进前，江南北部、江汉东部甲南部真侪省份拢有连续性强降雨。福建、安徽、河南等地拢传出淹水灾情，广东惠州几日天的暴雨造成至少47人死亡，也有真侪人失踪。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。